提行李自朋友引导离开，旁小姐手中搁摕枕头，互员警和工作人员穿全新的防护衫，因为伊一入境就失联。潘小姐坐防疫客停车到防疫旅馆门口落车，煞无照规定带入去，电动行到路边无戴安全帽啊，就坐朋友的机车去北投。伊是伫19号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杜拜入境，毋过听的手机啊号码毋是伊家己用的，因为失联超过3摆以上，确定无带，互台北市府公布名姓来找人。警方调监视器发现伊坐朋友的机车到北投朋友住的所在，警方伫昨暗时找到伊，因为失联超过6点钟，要罚款60万。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第58条第1项第4款，以及春节防疫专案期间的加重裁处。安怎失联，当事人毋肯讲。不过，伊入去海关进前，就已经互要求要提出防疫旅馆订房的记录。伊当时有到防疫旅馆了后，阁无爱带，可能一开始就拍算要落跑，毋但互公布姓名，阁要面对真重的罚款。